为了后壁区成立了休闲农业区的筹备委员会，甲宣传在地台湾雕，现场推出后壁区的优质货米，以及用6家甲寒电的台湾雕所制作的便当甲料理，色香味杂招，相当吸引人。市长为特邀请大家甲后壁食美食，欣赏美景，甲体验农业旅游。因为咱台湾市好山好水，好山好水，其实有足好的条件来成立休闲农业区。成立休闲农业区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做休闲农业，因为要集合整体的力量，你一个休闲农业区有足侪过来这个业者甲农民大家做伙，安尼甲整体行销好，安尼较袂种甲单打独斗力量较无集中，所以咱真欢喜。我真期待，讲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把这个休闲农业区做好。经过了解，台南市1809年已经成立东山休闲农业区的筹备委员会，现在年底进前嘛伫后壁成立，这是希望加强行销台南的美丽农村甲优质农产，提高在地农业的产值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